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家排今日帶大家去到上水睇華潤物流上水貨倉。大廈設有特大嘅車場設備，而最特色嘅點係車道樓層直達每一個單位。我哋而家參觀嘅係一個16,477尺嘅建築面積嘅單位。單位樓底最高咧係去到4.6米高，做貨倉1樓。柱位咧相對嚟講都比較少嘅，適合做貨倉或者做工業用途都可以。特惠租金配套，如有興趣查詢，歡迎致電我中原地產家排，多謝。